请正面传师指挥乾道一鞠躬，坤道一鞠躬，正面传师好。各位请先请坐下。各位助理领导，各位前面大家，大家下午好。下午好。希望天伦学院，我咱在一次家学上免研究免的今仔日本来是两位讲师安排一个早起，一个下晡。那个两个讲师讲，伊两个讲伤久啦，出一个好着咱就讲好啊，咱就来大家共同学习，所以有一注意一方好啊，大家互相探讨三宝祝福大家哦，心法是一个观念，或者是一种的认为。心法是一种的观念，或者是认为。观念嘛，认为嘛观念嘛认为，是做一种。大家回忆一下，两者皆是。正确的观念。在当流就健康的认为嘛吼，所以三宝，咱今仔日就是要讲三宝，伊是因为足侪人对三宝的修持有足侪无共款的想法，咱就啊理解了，要求到了后，一定爱先名讲三宝，名做礼节。参时间、献香、鼓励善因好的、缘分好的，是当参与了道场的课程。所以有真济读了三宝的道亲，因愈来愈热心，因愈来愈了解儒道的意义甲宝贝。所以三宝的修持，有真济人用以三宝修持，将三宝修持当作参详打坐的做法，咱培养应用，无一个教老师教咱参详打坐，所以咱绝对袂使用参详打坐理念来学习三宝。咱晓啊，爱用参详打坐的人讲。你若要用参详打坐，我教你一个真简单的物件。你要困的时阵，你修行，你保持修行的功夫。目睭起咧，修行用三宝，保证你2分钟、3分钟就会当入眠。安尼有好无？好啊！爱好困，你明仔载起来就有精神。莫讲一个很讲个条练来练去，咱困袂去。所以，毋是互咱参详打坐，那个理解了，有足侪来求道的人，伊本身是去学参详打坐的人，咱就教伊讲，你参详打坐的目标何在？伊讲就是修心养性啊，咱就甲伊讲，你连参详打坐真正会当修心养性吗？这问到会当修心养性，毋是遐简单啦吼。咱的理念就是讲，咱拢挂业往生来到这个世界，业力重的人，阮袂去，搞草原，搞墓碑。请问你要咱参详打坐？你打坐了啦，走火入魔，安尼要安怎？
上边3句啊，净化你的心灵，将咱的心性，会当清净。对要面对万事万物的时阵，咱会当用真清净的心，选择正确的方法。道理听几落10年啊，脾气无变改袂了的人，嘛一大堆呢。但是，咱来看，伊道场中爱度人，爱学真理，度人愈济，消业的机会愈大。唔肯度人的人，我讲道理的人，无一定会当改变。业力未消，所以讲起来，咱每一个人是智慧，咱的自性本体。因为业业生死轮回6万多年，来到这个世间，咱养成了太侪的奇奇个毛病，所以这样物件，参与学业，天道大开普渡，无咱有机会阳光入面，咱对爱肯定，三宝修法是一种正确的理念，爱咱。真正相信自性本体，咱世上有一个真理甲一个假，咱袂使叫假通去行。咱爱相信，咱真正是佛菩萨来到这个世间。所以修道三宝修法是互咱修道人的根据，认识咱的本体。三宝无非就是咱的。佛经是咱的自性，自性佛，是咱具备万法，是咱有正确的行为，符合天人合一的行为，所以伊是咱修行的根据，是归根合面，用理证实，成佛成道的法门。所以这毋是一种的观念的尔，是要用正确的观念来。引导咱做出正确的行为，所以上正确的行为就是度人救人，研究真理。所以有足是前辈者拢劝咱道理一定爱听，班一定爱开，无开班无讲真理，咱袂当明理，袂当明理，咱无耳濡目染，咱无天定真理的宝贵。咱原来叫咱的脾气无变安尼行，你愿意食几碗？你愿意度人救人，为他人设想，为他人处理生死苦爱，你赴汤蹈火，在所不惜无？牺牲的精神是一点一滴的累积，毋是用嘴讲的。咱有真正庄严无？咱会虚华无？咱会真正贪恋世间的名利运来七情六欲。老师甲恁讲，咱爱时常微微坐在哪里？在山洞里。伊讲，如果你若准会当未受外在名利运爱来诱惑。你袂起了贪婪的心，你袂养成脾气毛病，你就亲像坐伫山洞中共款，山洞中共款。咱的无影山，无影山前，咱本来当伫即个山洞内，真正入袂出咱真正正确的行为。所以三宝是咱真正认识，咱本自具足的本性，伊明生万法，明生万法。不生不灭，不苦不净，明生万法，拄着任何代志，选择正确的方法，咱所听的道理会当用于日常生活之中。如果咱听几十年听，脾气毛病搁一大堆，代表咱无迄个智慧生出来，咱无伫日常当中三思平平，养成好的习惯。所以归根复命，求理尽性。
成佛道的法门。这个宗旨甲目标，咱相信无？咱有正信，你若相信，今仔日咱话无力，为了要处理生死，超脱生死，咱这样上重要的工作，伫咱一生的当中，咱都无法去做，咱为名为利走走，哪要你真正名利吗？咱伫咱的一生，到底咱是有利的较济，或者是无利的较济？即问咱是有利的较济，还是无利的较济？无利的较济。啥物叫做无利？啥物叫做有利？有利就无我啦，无利就有我，无利有我，有利就无我，有理就没有我嘛。无我无私才有理，有我自私自利就无理。所以有理就无我，这个真理是咱必须要真正根深蒂固建立起来的根本观念。所以观念建立起来了后，在日常生活中，今仔这本书请你来做人才，今仔请你来外国开放，请你来办道，你也说不。你有理的话，你就不会说不字。好，感谢慈悲，给后学习的机会。所以三宝是咱真正对咱自己有认识清楚。咱若有认识清楚，你时常去做无私无我的事情，真理在你的行为中展现。咱拄啊讲的讲要菩萨，咱比较书讲菩萨比妈妈较伟大。菩萨是牺牲奉献，菩萨是但为众生不离苦，不为自己求安乐。伊的爱比妈妈的爱更加大、更加宽、更加深。这是一定。所以咱问咱自己，咱有想要成就菩萨？莫讲成就佛啦，成就菩萨。这关咱若总有法度去突破。今仔日就无迄个无方便、未方便，就无讲路无来。咱家己度人成，你真正放会下，行会出来。今仔日咱的思想真正展现出佛菩萨的精神。你是展现三宝的思想，伫你的身上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安尼？所以无为而为。今天不是为我自己，不是为咱家己，是为了天下众生。今仔日咱爱以感恩的心，对上天降下的恩，咱抱着12万分的感恩，感恩有上讲，感恩是安怎？爱去做。咱若无去做，忘记讲感恩，态度若好，人会讲好，感谢啦，你安尼较客气。态度若要平平啊，你讲感恩，一点仔笑容都无，搁面仔臭臭，足唔甘愿，即种的感恩，你是骗家己嘛？为内心都无流露出伊真正感恩的心，所以咱本来当真正在咱的生活中，咱今仔日这样宝贵，咱得到真理天道。咱本来当真正改变咱家己的行为，改变咱的习惯，爱对咱这个观念建立根深蒂固的观念。这个观念是咱祖宗祖母、老祖师所传的三宝，来实现你的家庭。老祖师祖宗祖母的使命是要把人间化作净土，是要使每一个家庭变成净土。净土是咱的心开始，从咱的家庭变成净土。我咱再当变成净土，兄弟啊，若要争财产，咱为导致咱有法度牺牲奉献的精神，卖争嘛。吃亏就是占便宜，真的做得到吗？做得到，但是愿不愿意去做，不知道，不知道。
是安尼。咱有真正尽力实修无？咱若真正是尽力实修，无迄个做袂到，无迄个放袂下，无迄个毋敢牺牲。所以咱感觉讲，咱讲道理拢讲论根基、论祖德、论佛缘。咱家己凭咱家己的根基浅吗？咱是爱用咱的根基深还是浅？即问咱是要选择深嘛浅？深嘛，深嘛，深是苦还是快乐？苦还快乐？开始苦，但是保证愈来一定愈快乐。咱去国外开发，咱请教讲师，伊那个讲曹兵，敢若曹兵，真正去国外去万德，敢若真像曹兵。请教讲师去地方，咱个逐工传去宣传，去宣传，啊，尾来讲，经理啊，你个曹兵，你曹天兵哦，我走袂牢啊！曹天兵，咱就爱有迄个精神，坚持咱的毅力、意志，而且我们的精神，心欢喜，这个肉品慢慢会健康起来。免惊曹兵，咱是天兵天将来到人世间的，咱是抱着三宝而来，咱为什么甲咱的三宝藏伫咱家己心内底？咱无愿意将三宝典现伫咱的生活中。去助人救人，互人会当欢喜。所以，毋是咱条爱助人，真正咱伫澳洲连续5年开3天的班，每一次开班煞，真正迄大家欢喜转去又几多片，王明你无去。咱开班煞转来，伊啊，安尼几点钟？1点19钟。咱永春电话直直落，经理啊，你有紧来？经理你有紧来？大足济人去等伊，欢喜，真理若听有紧，伊若当经理，伊真正朋友叫一大堆，为什么？因为逐个人拢希望。消关概念，咱若无助人救人，无天公入境，啊无上天是安怎度一个人3分，伊个4分7分，无咱有10分的功德。10分的功德就是我互咱消关概念，有功德再当消关概念，无功德咱就无得消关概念。所以功德其实就是三宝的本体，变成是讲变变是变，今仔日从别人当做家己。咱今仔日从这样宝贵的物件来传给别人，介绍别人，引导别人，将2个人你我同心，由这个地方开始。所以，大家咱为别人设想，为他人设想，咱无私我开始，为别人，慢慢的为别人养成习惯，慢慢的就无我了。没有我了之后，养成习惯，你的理就出来了。那有道要有理，有道理，你的人生就有价值。所以，咱今日老周书实施智慧书名，再让这个咱大家同心合力，方便世界每一个。所以弥勒家园、弥勒建筑要建立同一个心，即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的天心，让每一个人的天心自然流露在日常生活中。什么代志拢会当为他人设想，吃亏就是占便宜，绝对不是骗我们的。你愿意吃亏，到最后你一定赚尽便宜。咱我囝一个弟子，因为去这种活动7号，爱开1几万，啊，他8月开始还每一款爱个30-40万人民币哦，啊，咱同叫伊
遐个就真来，其中有一个伊怎毋敢问咱着啊？伊咧问迄个管校，伊讲这个你敢毋知影我对开始刚刚了完偌济，你敢知？伊咧问，伊是要问我听啊。咱就来叫大家搁第一个，挣30万。那个，迄个管校甲讲，从头到尾大概有50万。为什么50万？你知道吗？他愿意舍50万，因为伊结婚到大学课程的当中，伊破产查解。这个大学课程了，伊每年大人最少50个以上，每年咯10年来上500个，大人到这个缘有够好，挺破事。伊大人一直多，伊的公司团一直稳定，一直稳定。伊咧做报告公司，那个稳定了，平安顺心，平安顺心。这个就真有了大人以外，咱就要机会，咱就是报时，5万、10万、5万、10万，拢用差不多报时，人民币差不多报出来。你讲安尼了，你能做什么呢？要紧啦，量力啦，也没有办法，经理在想办法，还是来对外收费。所以为什么他们愿意描阅那么多？50万、250万，对于大陆人来讲，你是讲以前做头路，已经稳定啊，有赚钱啊，没有问题。一般人3万、5万、就有年大产的班，因足济拢了完100块，人民币等于5万块。上班族的，他们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欢喜。因为他们看到了行功立德可以消冤解孽，他们看到了很多前辈者这样做，而真正的改变了他们的一生，改变了他们的生活，改变他们的家庭。就老祖宗对袂变啊！所以咱上界重要，3宝就是希望咱真正肯定咱本来拢是佛菩萨，所以佛菩萨就是3宝。重要的观念嘛，肯定自己是佛，然后你要去做佛的工作，这个宗旨甲目标，咱新加坡的前15年来，拢一直大家拢行向做义工，咱连1个月去新加坡去推展那个细胞小组，其中有一个做那个除草的，伊足热心老朋友来多，老人来多，多甲遐个人看伊安尼，这个钱大家足爱去做伊开讲。伊若下班，伊炒几样菜，拢4、5个、10个来甲伊做伊开讲。伊求道将近差不多要20年，伊差不多3年前来台湾2届。去4年安尼看看，如果开师傅班去或者要班了，伊变做一个人，真正变做一个人。伊甲咱另外讲，经理，我以前真的不了解到那么宝贵，我现在才了解，在我身上可以展现的一股热忱，真的可以去感化别人。我愈热心，人愈爱跟我做伙，所以我伫遐除草，人若来我拢就天拢甲插到大家真足欢喜，所以大家拢出来做。其实因若做我，毋是为了食，是感觉讲我迄个热情伊足爱甲我做伙。所以伊每一次咱来去，伊就大人来；咱来去就大人来。伊的热情，伊感受3宝伫咱的心上，咱真正爱去甲伊流出来。咱爱将咱无私无我的精神、牺牲奉献的精神、度化兄弟姐妹的精神，你爱去天平。你爱真正奠定你的行为内底，所以咱就讲，大家你感觉，咱后面讲，但是咱拄着这一件事，满头意面，落钱愈济，我就愈欢喜。这是一定的嘛吼，你落钱愈济，虽然足辛苦，但是点解无论你外行出来。
你知拢甲边仔买诶，你遐嘛，讲个点，我讲人之前我出来一点，半暝嘛一点，所以点个主食嘛是一点，时常嘛点个主食。啊，毋是你田咧做工课，而且分堂内底含是做啥物粗工诶工课，哪有啥物辛苦？爱有欢喜心去面对，遮尔个咱兄弟姊妹过来啊，咱若欢喜去面对时，大家嘛欢喜。所以天命，咱今仔日是救人渡人，是为了要使兄弟姊妹出离生死苦海，离开即个苦海世间啊。咱为了兄弟姊妹离开苦海世间，这么咱会出离生死苦海，一点嘛。我为人人，人人为我。我为人人，人人为我。最上天即个道理，有我就为了无我就上升。所以有理超过无理合对。所以咱今仔日三宝的力量，咱必须要真正建立一个健康的力量。所以建立弥勒的家园，我们要当一个弥勒的建筑，让我们与兄弟姐妹同心同德，显现出一道同盟。每个人久而久之，我们就会有一颗柔软的心流露出来。你一日甲你讲道理、听道理、助人救人，这个工作做习惯了后，你的心是不是愈来愈慈悲？是不是愈来愈慈悲？愈柔软嘛。所以愈来愈慈悲，愈来愈柔和。你自然感恩的心流露在你的心上，用感恩的心去面对兄弟姊妹。然后，咱的心有感恩的心，有忏悔的心，有助人救人的心，有消恩解业的精神，请问你的心会愈来愈清净无？心清净了没有？会不会越来越亲近？一定会。所以行为改变了你的心境，你的心境慢慢一直提升，你去突破了一切的障碍。所以，平等的心。恭敬的心、慈悲的心、包容的心，在办道的过程中，你办道的过程中，愈来愈多兄弟姊妹想要跟你做伙，因为跟你做伙有一条根，有一条面，你感觉真温暖。所以感觉讲，咱大家人拢足注意，从这尔宝贵的道来传互伊，来救度伊，因才会当真正改变。因才会当愈来愈好，这是绝对。但是咱无存伊爱感恩咱的心，咱足欢喜当助伊。每一个人，这种无私无我的心，菩萨的心，没有我的心，很慈悲。所以我们越来越包容，对人与人没有距离，没有隔阂。人甲人当中，来产生一个非常协和热忱的一种气氛。所以咱伫10月6、7月3日，班员本来880，结果来155个。小天使30个，带小天使班的老师、幼稚园的老师8个，而服务厨房所有拢总50个，总共加起来差不多300。热闹滚滚，感恩天师。伫迄个大间工厂内底1楼互咱做餐厅厨房，5楼做教室，6楼也互咱做办事处的休息所在。咱有即个所在已经连续开，即个档已经开3档，所以一开，大家感受如何？这个磁场愈来愈强，大家同心协力，展现出三宝的精神。每一个人，咱已经甲来了的父亲，负责厨房的，负责服务的，负责小天使班的，拢由来了的人才带领。这些都是我们前辈者大家牺牲奉献去带领他们，去指导他们，拉拔他们，让他们成长所创造出来的。所以咱一定爱真正
欢喜心去做，牺牲奉献去做，来了14个人口，等待咱去救呢。真的，我们绝对有能力去付出这样的精神，去牺牲奉献。所以这是咱一旦给你们的坚持，这是真正三不的力量。所以呢，久而久之，我们就流露出没有嫉妒，没有憎恨，没有怨，没有怒，所实现出来的就是敬。所以，师尊的使命就是要建立一个人间的天堂，人间的天堂。咱是懂念啊，咱为明师一指，自信本来，道体教佑，万法归一，明书一起。得了，人问咱好奇讲，这个变是敢真有效？咱好是刚领命的时候，也是自己还没有到那个程度，彼此觉得说，到底真的那么玄吗？但是因贵不受主，对不对？30年。民国70年遐年，1800年30年，30年来，一年一年多一个，一年多1000，1300年几万，3万，3万，无数的验证，名师一指的书生，有很多。看得到，有很多很特别的，在任州有一个学得到听三宝听完了之后，他以前就听说1、2、3、4、5两人手一图，若能识得其中意，便是西方主。伊这句话以前拢唔捌，唔知影这句话的意思。伊安尼三本调2调，1、2、3、4、5，两人所一图，原来我是如来我，原来我是如来我，如来我，伊真正才了解讲，原来咱今仔日是啥物人？有属性啊，无属性，伊甲咱讲，咱就是如来我，咱无经过明书一指，咱唔敢承认咱是如来我。所以两人所一图，识得其中意，便是西方主。咱就是西方的佛菩萨来到这个世间，道中降世而来。你不敢肯定，你就是迷昧太深了。你迷昧伤过深嘛？万年拢会当放下，无分你我，咱袂使见到。咱的赞助，咱的意见，一定爱家己自己免用提升出来。咱自己无法度提升，咱家自己，咱家妄自菲薄，咱家妄自菲薄。我们要指责别人，又没有办法肯定自己，到底你是不是内外不是人？所以我们今天要肯定我们是佛啊，咱就是佛，咱自己爱相信咱是佛，所以你爱有尊，免用咱自己承认咱是佛，做出咱佛的样子。你愈做你就愈欢喜，愈做你就愈欢喜。咱大家要练，其实跟后学很好客，很欢喜，很无私，绝对有很密切的关系。不是天上掉下来就是那么多人给我给，不是大家无努力，有多较济人。人道愈济，财愈济，咱人道无济，人财不得出来。所以人道愈济，咱的责任愈重，咱必须要去开办教育，开办教育。在这一种环境的压力之下，我们要开班要教育，我们要到郑州，我们要到连云港，我们要到上海，我们要到福鼎，我们要到永春，我们要到泉州、厦门，要回台湾，要去新加坡，要去马来西亚，这样的行程，这样的行程。老师敢唔打电？老师也无自动打电，还是爱我去跟遐联络。啊，咱真正不眠不休的去做，你越做越
习惯，越做越方便，越做越简单了。就是越做就越简单，你不去做就越来越困难。任何一件事情都是一样的，你若愈做愈简单，你愈无做你愈困难。所以上解困难的是你唔去做。咱若无去做，咱唔去做，咱无法度去讲明着，咱的业未消，遐个业时间要找你的麻烦，是送你来找你麻烦。其实咱家己制造咱家己麻烦嘛。所以修道学道，今仔日你来肯定三宝伫咱的心上，咱我来当真正肯定咱一分，然后用认真的心、卖计较的心、感恩的心、忏悔的心，去流露出咱的精神出来。这样力量，这样力量，就是我们潜在的力量，潜在的力量。咱喜欢山有足侪讲书人才。或许说实在讲道理，或许比不上这么多的讲师，台湾几家讲师，李家林先生陈讲师两个人，是咱练习什么双管大家投票，他们两个一个第一名，一个第二名，我只讲是内心里面的赞叹，内心非常赞叹。李光德力跟那个家模样，天生就是要来讲道理。我爱打扣，我去请伊讲道理吼，就爱知影伊的性，很可爱。他真的很难得，他们两夫妻真的是了不起。所以孝德的人才济济，我们要怎么样真正把孝德的精神在义和圣堂发扬光大？不要分你我，人才不是我们的，是我们上天的。我们大家同心协力，把义和圣堂道路发展开来，不可思议，不可思议。所以，或许学习孝德的精神，在大陆，不要在大陆把孝德的精神发扬光大。大家不容易，愿意做的人来努力，所以不能把三宝隐藏在我们内心里面。我们每一个人具备平等的自信，人家可以，我也可以，别人行，我一定行。你一定要肯定自己，别人我做，我一定嘛是有法度；是安那别人我做，我无法度。欢喜心流露出来。咱好时咧，来抄到扫到扫出来，还去上班。我讲配音都没有关心经理，经理咳得那么厉害，当医生都没有关心。有啦，我替你买药买好了啦。啊，你我早，你我食，我早你照顾，那个饭错了我食，食了我随便。我扫到，你讲听你的扫的时候，就知影你的三焦都上升了。胃火、肝火、气火，拢开始烧了。但是，咱或许相信，在国内不要怕，身体心宽体胖，心念流露出你的慈悲爱心、牺牲奉献的精神，身体一定是愈来愈好。练练嘛，更是爱练练嘛，起啊练，有了变做对嘛，爱什么样练？会练嘛，会练嘛，啊，所以会是先注意的，第二个还。所以你昨天回来的时候，问同学说：“弟弟，你咳嗽好了没有？”我说：“好了啦，好了啦，啊，真的啦。”我说：“哪里还有假的？”欢喜，但或许真的流露出一股真正非常欢喜的心。所以这一堂课或许是讲说，或许真的很欢喜，在道场中这样子去奔波劳碌。很多人都说我过劳了，我过劳了。我说没有过劳，我又没有在田里耕田，我又没有在工厂里面打工，我在路上跑而已啊。我是一个野人，还是一个人造。所以这样是要劳碌，无对。咱较无优势，啊，你车顶过，你飞机顶过，你路会过，啊，但是咱保持欢喜心，保持欢喜心，咱好好来助人救人。将大人救来的光景来回向咱的人间精神，这
这个世间两项真正自在，佛菩萨自在，原天智孝自在。原天智孝是真诶假？真诶啊！佛菩萨是真诶假？咱是佛菩萨，是原天智孝。咱本身是佛菩萨，咱无当作咱家己是原天智孝。咱有原天智孝，但是咱用佛菩萨的精神，将迄个精神流露出来了后，将功德流露出来了后，原天智孝自然离开咱。所以三宝，伊是护身，伊是会当真正会当使咱超生了死，真正会当互咱助人救人上好的机会。所以处处无度改变的人，用忍让的功夫，忍让是我们别得的出路。我们要怎样把我们真正的忍的功夫培养起来？我们真的能够把忍培养起来之后，我们所做的行为，久而久之，你一定会习惯。任何事情都是习惯养成的，所以习惯养成，你的爱心、你的度量、你的宽容、你的耐心愈做愈用，你的磁场愈来愈强，这是一定的。所以咱某人讲真正，老百姓的生活，好过去真的，咱老前人的五代以前的精神。所以人生一起，自性本良，咱天命咱拢是佛菩萨。所以道为体，教为用，咱爱时常去学习。咱这样体会，这摆笑的，现在这些年轻的讲师真的很优秀。我们的所有讲师，有青山，有绿水，有老一派的，有年轻的，其实愿意学习的人，自信平等。每一个人拢会当成就足优秀的力量。咱的力量若正确，人听了人会感动，人会感受，人会真正会触发出那种很大的爆发力。当初咱讲甲遮好，咱会讲甲遮厚。你讲像咱三工的班，伊拢有一个70几岁去上班，听2工了后，迄年写心得报告写到暗时2点半。咱结班的时候，那个心得报告伊起来念咱足感动。伊的文笔都水，伊的文采也好，文笔写得足水的。然后伊拢叫个领导弟啊，结果过工，咱去接道时，伊喺度几落人来，算咱40来年，足拍拼咧大人，因查囝会大人，因媳妇会大人。咱洪天老师即摆无去吼。你们做好人，我们要舒服。有一天，王老师来了，他会看到我们都不会没有在偷懒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努力，所以他们这一次25个，几乎一半以上都是新人，拢是新人。所以这就是咱王老师今仔叫命，叫命叫禁止，但是伊就是伊个过去提升方面的精神，做了伤过结甲叫命来换。所以没有关系，即使也过了6、7年也过了，现在也可以去了。但是洪天老师离开经济，你讲整个说这种你有那就搞就打杂，我开始慢慢来卖一时哦，伊两个发生代志，看来，因是哪好啦吼，但是咱本来咱真正慢慢，咱来感受，咱往前，逐工就甲遐个囡仔死去。迄个囡仔已经5、6岁，已经生10个，后摆子孙一大堆，所以很奇妙，真的很奇妙。在道场中，我们牺牲贡献，去鼓舞，去建立起我们弥勒家园，我们到最后弥勒建筑一大片，真的一大片。所以这就是问咱真正有信心无？咱有坚定无？咱有忍耐无？咱有想要去付出无？这个物件无做就无啦，然后做绝对有诶就对啦。所以这是道体教用，万法归一，这个关键拢无变。所以修心修念，道不离身。我们的心，我们的念，到底我们要怎么样修正我们自己的行为？我们要怎样修正我们的观念，净化我们
们的心灵，咱的心情，咱袂较容易起心动念，咱愿意食亏，咱袂因为食亏，咱就甲人计较，咱渐渐养成习惯了，你会感觉非常的可贵。人是习惯，所以缘起缘灭，因果循环，因果轮回。咱对天命因各为可怕，缘起缘灭，你的缘，甲这个人缘就歹，你就爱讲我，我就欠你，我就欠你就对啦，因为我再缘，啊就认真做，爱互伊，每一次大人回向互伊，每一次度人的功德回向给他，所以缘起缘灭，因缘成熟，自然那个就会消失。所以因果虽然可怕，但是我们最可怕的是我们没有信心，我们没有办法建立起这样正确的观念。咱若愿意建立正确的观念，咱愿意去付出，咱愿意大人救人，建立公平，你做不了，才会退销。你若唔做，也袂消，无错。所以立愿了愿，受苦了苦，你一冤，冤愈大，力量愈大。立愿了愿，你力量越大，那了愿的机会就越大。那你受苦没有关系，你忍耐越能耐越强，你了苦的机会就会快。咱若唔去做，咱无愿意受苦，你无能了苦。所以你就说讲，上界辛苦的是厨房，厨房是辛苦，但是我感觉学真理才是辛苦。学道理，学会人哦，头壳我撇去，较辛苦，还是你做的辛苦的艰苦较艰苦。学道理较艰苦，还是煮食较艰苦。有个人甘愿要来煮食，我不爱学真理啦，我就白样啦。什么款的较艰苦？什么款的较艰苦？都辛苦啦吼，但是各有因缘嘛，爱煮食人。伊袂艰苦，无爱煮食伊艰苦；爱讲道理的人伊袂艰苦，无爱讲道理的人足艰苦啊，是不是咧？所以各有因缘，咱我来当真正随缘度化。虽然你家己我欢喜做，我拍拼你来去做。你若厨房你会做，你认真去了完；你若讲师你真晓讲，你就认真去了完。随缘度化，当你做啥工作，做甲炉火纯青。互人肯定，互人甲你赞叹，互人甲你赞叹，讲道理讲甲足妙，煮食煮甲足好，大家拢爱。啊，大家团结一心，分工合作，是不是惟妙惟肖？最重要的是遐尔啊事情，人才济，分工合作，各负其责。个人负责个人的工课，咱工课大家密密麻麻拢计划。比如讲，咱开班的时候，咱来接送，送往营来接送，车辆安排，跟随联络，然后煮食的人、买菜的人，去载菜的人，然后品质的人、厨房的人，所有小天使班的人，所有拢安排好势，所有拢是人才，咱弥勒建筑的完美的一个团队。每一件事情都一样，在我们实验山早就建立起，我们8个单道轮值、轮兵、服务、主家轮流的机会，咱有轮流的机会，咱才有了完的机会，咱无了完的机会，咱袂叫抵消。所以受苦了苦，立愿了愿，我们每一个要知道懂得这样子的道理。你若了解这个道理，你的心内，你会了解讲原来受苦，敢若食苦。食苦敢若食苦，有食苦才当了苦，有入愿，你会了愿，你的业才会消。所以这是天经地义的道理，不能改变的事实。所以持斋受戒、亲口无数是最好修持的方法。所以我们大家都非常难得，对，亲口只是念。我们修行跟着这样子修办，我们跟定了我们老天人的天命期限。我们诚心的修办，保证我们返乡回去。所以因时处顺，道法自然。我们因时、因地、因人做我们该做的事情。好，所有的因缘都已经具足，那我们很难得这样的因缘，
我们怎样去把握珍惜，把珍惜上可贵。你若知影咱即人以用即个天时应运，咱即个天时会当把，咱才会当真正来做好咱应该爱做的工作。所以万般皆空，无常顺顺，将配感恩修意善，天时就运，把握良机。因为即个机的千载难逢，咱拢有了，咱有了，咱是不是当把去做？真正，咱就欢喜心去做，小恩该养，咱不忘，咱没有后悔。我们有了愿，纵使我们遭遇到很大的劫难，我们牺牲一切也没有后悔。所以万般皆空嘛，我们来空，我们希望去空嘛，不要带任何东西回去。所以才会感恩修意善，咱对兄弟姊妹大家，咱本来当借兄弟姊妹大家相处的当中，咱拢会当以善大家互相扶持，互相鼓励。咱莫做歹人，咱一定爱做一个真正人拢嘛你甲咱接受的人。咱的欢喜心，咱会伫兄弟姊妹身上，咱拢会当看到，咱做了对甲毋对，咱一定爱去发觉咱家己对甲毋对。咱所作所为，你袂使连家己做对，甲做毋对都无。所以有正常甲无正常，其实上界大的问题伫你家己身上，你本来当真正清楚。所以这个天时就运，把良机咱袂使死。所以对我讲，1、2、3、4、5，两人手一图，解得其中意，配置其方主。一柱一分能有助超上品，一柱一分能有助超上品。有可贵，也无可贵，你相信也无相信？各位相信吗？相信。一柱相得，有现之作尽超先。一切恶言不离空存，用心以杠หู不通。咱常常听的是一柱相得，有现之作尽超先。咱无听的，一柱一得，有现之作尽沾光。所以无论得得，无论相得，对咱有现之作，拢有足大帮忙。咱的祖先。咱将来子孙拢希望咱会当大人救人，天公有天。咱无以为是咱家己的问题，咱看练了救贤七祖，救家七，16加咱17代，影响17代。你无以为你无修，你家己代志，毋是，你无修是影响了。有现之作17代，所以咱爱真正鞭策家己，努力精进，对真理的学习负起了责任。咱若无做，咱将来就会，咱一定相信，这拢是真的。所以实践该一指入佛门，九祖超上品，10殿皆拱手，永不对轮回。咱会当一柱相得，有现之作尽超先，超拔咱的有现之作，将来10殿皆拱手，10殿阎罗拢甲你祝福来拱手的10殿里面祝福。你免受十殿阎罗的心烦，伊甲你祝福，你关关皆过去，关关皆过关。所以10殿皆拱手，永不坠轮回，一直得到九玄七祖尽皆沾光，一直成道九玄七祖尽超生。这个观念，这个力量，咱袂使无变根深蒂固的观念。我们不是听听而已，说说而已。那是真正看见着咱实际的咱的祖先先降关头，升降关头。我们不能够把它当儿戏听听而已，袂使听听而已啊！真正爱去欣赏，咱爱去拍拼。你若无拍拼，又会是咱。
每一个人拢带业来，包括咱地方每个人拢带落来。咱若无健康面健，咱的业拢袂消。无迄个无病啦，无病袂来即个世间啦。所以人家讲生老病死是咱人生的过程，大家拢爱伫生老病开始离开即个世间。所以咱既有病，就是代表咱历劫以来咱带业而来，咱业迄个大的差别，大家人的因缘无共款，所以大家人的因缘无共款，咱带业而来，咱就必须要爱去健康面面去消业。咱的业若无消，咱拢免怨叹是安怎？我安怎一大堆的问题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唔免怀疑。所有的问题拢有原因，拢无离开咱家己的原因。所以咱来相信，咱来坚定，咱来把，咱来珍惜，咱即种的因缘伫咱家己身上，拢无离开咱过去是所种来的因缘。所以这因缘咱肯定了。唯有咱健康面面了后，才会当去解决透开即条结。你无去透即个结，你家己无去做即个结袂透。心有千千结，无一个人透10个结，无一个人透10个结，10个结。迄个结是毋是咱的心结共款？倒会痛，倒会艰苦，倒会赢，倒会赢。迄个是咱的业嘛。所以心有千千结，如何去解开你的心结？解开咱的心结，只有去健康面面。多一个人，10分的功德，透10个结，道愈济，业愈透愈济，就拢愈来愈无结。所以慢慢，咱的家庭，咱的一生，自然愈来愈改变。所以一切福田不离方寸，没有离开你的行为、言行举止，从心而理。感悟不同，你愈努力去研究面，你愈努力研究真理，愈了解，愈清楚，愈分辨，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在你的内心中自然显现你对自信的掌控。你若无清楚，你若无明白，你对你家己自己的行为、你家己的信念，你就无法度掌控制的时候，你往哪里突破你家己的将来？所以所谓将来，拢是咱家己爱去突破，你爱忍耐。你要求你往目标，你要怪啥？只有怪咱家己过去欠人的，人今仔要来讨啊，因缘到啊，人要来讨啊，哪有法度？所以你就甲5，2甲15线，甲5，是不是安尼？所以觉悟啦，只有觉悟没有关系啦。所以一贯真传，自古稀有，缘方。自古稀有缘方得第3次。一贯真传自古稀，一贯真传自古青阳皮、红阳皮来到白阳皮。6万多年来到即届，有稀有，真正稀有，真正难得，真正难得。而是咱今仔会当拄着，咱会当遇到修炼，因为咱。青阳皮、红阳皮，咱就修来。咱有读过青阳皮、红阳皮的7章，咱今仔走有缘大白阳皮。所以这一定是过程。咱这个过程，咱过去优秀，所以这期咱才当大一步嘛。所以非常的肯定。但是咱要来当坚持，咱要当打拼，咱要来当用心，这点是足够的。所以希望咱大家真正用心打拼来付出。为君立志，生命力，但要心以成上医；为君直指性命理，但要心与性相依。好，一贯集团这样遗憾，无咱分了3期，咱今仔为君立志生命力，为君，咱拢是一个君主，咱爱肯定咱是一个君主。所以为君直指性命理，咱今仔立志咱的生命力，但要心以成上医。咱有这个肉体，咱的心要有这个肉体，再通甲咱的肉身相依为命，相依为命。今仔咱的性，靠咱的心去眼光面面，咱的心若无爱去眼光面面，咱的肉身
哦，咱的利益无袂甲咱变卖。所以咱的心，今仔日靠咱去学习，咱去研究，咱去付出，无论是利益或者是便宜，咱去做，如人去了愿，大人救人去做，或者是咱去做工师、练工师，讲诶互人听，来建立利益。所以有鬼死，有法死，有财死，三死便便。所以咱真正来看，咱每一个兄姊妹，即个将来。所以天堂不是回去才叫天堂，而是在当下成就天堂。伫当下先就天堂。当咱找到自己的真心，找到原来最纯正的心时，每一个人拢是人同初心，每一个人拢为天地的心所流露出来，是无穷无尽的爱，无穷无尽的情。是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，能感动周遭的每一个人，做到真正的小德川流，大德敦化。相信咱是佛菩萨，愿意去度人救人，愿意去开放善恶，愿意去参办佛事，愿意去了愿，去做就袂工课。用咱的欢喜心，袂因为咱聊天的工课来将来。咱若要去做，咱若要去做，因为将来上天拢来挂转。各位有相信上天的挂转吗？或许通过太多了。我们真心去做，上天真的替我们拨转，上天替我们拨转。我们一定要相信，人有善愿，天必从之。人有善愿，上天一定会甲你做。所以咱来做较好，上天甲咱做。人较敖，嘛毋值你天一位。上天若毋做咱，咱无法度。所以既然咱知影即种的妙理，咱都爱做甲感动上帝，互上天来帮忙咱。咱的人力有限，分力不足，所以咱有法度做甲好，分力加倍，活力加倍。那我们所有的困难都可以迎刃而解，迎刃而解。所以希望我们大家一同努力。虽然说渡人不一定要很多，佛堂不一定要很多，但是问你有没有真心全力以赴。所以咱都是讲讲，所谓有成功，咱做分就会工课，你爱全力赴此道场，专业护持道场，有道路。你来护持，你的更加业无共款；你无来护持，你的更加业无共款。所以咱会当体悟到你做到哪，做到哪，真仔日心去做。你若真正拍拼去做，就有命，这嘛是咱的命。所以咱毋是求讲咱安尼拍拼去做，一定爱做足侪人，爱做足侪工作，无一定。但是上最重要是，问咱自己。你尽心了没有？你用心了没有？你付出真心真意了没有？所以这是咱上天爱的一条线。所以真正能够去做的，虽然做的不多，但是小德川流，大德敦化。其实对自信平等来讲，到最后我们都一样。只要我们真心付出全力以赴的话，到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的。所以上天这个恶魔的恶妙，真正是很玄妙，太玄妙。我们今天所遭遇的科学再发达，但是所有的一切科技问题，其实早就上天注定好的东西。那么来让这条该，其实最玄妙的是道化家庭，是修行的理念，修炼力量，精灭恶良，这是真正一起的突破。所以三宝生活非常重要，并非文字上的三宝，而是心性上的三宝，心性上的三宝。三宝心法让人明心见性，悟觉心开，见性法门。所以我们说信受真传，道统真传跟天命真传及心法真传。咱的三宝内底有道统真传、天命真传跟心法真传。咱本来当五开五集，
生活。你相信路通真大，你相信天命的存在，你要去研究这个生活，你对生活的研究，发现讲这个生活的奥妙，生活的奥妙。你无去记住了你的脾气毛病，你的心袂静，行袂静，口袂静，你我哪会当真正了解你真正的意味？心袂静，心烦意乱，你的智慧就流露不出来。所以只要我们能够去不断的去付出了解的精神，你的心愈来愈清，愈来愈清，你的地位愈来愈高。所以人这个心，这条心。这颗方寸宝地，你怎么样去根源？你怎么样去根源？你有去根源，它就不会长草；你没有去根源，它就杂草丛生。根源就是你去用心对一个研究，去大人叫人用尽心思去付出。那根源，你这一块宝地，你的心就会越来越活跃，越来越清净，越来越智慧打开。咱的地位不是天仙主言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去根源嘛，你要去根源嘛，你要收成，这个果实累累的结果，你没有去根源栽种，哪来的果实累累？所以你要去大人救人，你要落雨天，你无去大人救人，你要哪会当真正落雨天？所以一里通万里田，难怪你能力在这个世间。所以外口的前进需要咱内心的前进，内心的前进需要咱去付出，咱来去根源。咱无去根源，我们要得到内心的经济实惠。所以道统从尧舜禹汤一起传承到秦阳起、洪阳起到白阳起，这个道统真传到我们孙师傅的手上，到心术天盘。现在心术天盘，我们要怎么样真正去肯定它？我们真正的在这一生当中，能够信任走入道场，我们怎么样去根源我们这一块？所以信统事端兼万善，他一切功德，我们要怎样相信？你不相信，你的智慧就不能开；你只要相信你的本体的存在，你自然智慧就打开。所以天命，上天所赋的明命，我们学校讲师的那一条金线，你金线不要让它断。要怎样真正升起你的信心，让你的金线不断，让你真正生发出你的勇气、你的智慧、你的力量，然后付出度化兄弟姐妹的精神，让你的金线不断，努力的勇往直前，到最后你就开花结果。你不相信，你怀疑，你不去做，到最后你不参与，金线就断了。所以金线，天天金线，心法。金团，这物件虽然是无形无相，但是，你讲伊迄个过去开办，我甲迄个尤先生，咱李经理啊尤先生，我班班都到，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起头？但是我很赞叹你从刚开始的面相跟现在的面相完全都不一样。你自己怎么还没有成熟？他说是啊，言论还没有成熟啊，不可强求啊，不可强求。所以人真正很奥妙，你愿意学习非常难得，但愿你会成熟，只要有一天得到。我们要锲而不舍的，他可以班班都到，好像总共7班的8班，他只有少1班，你也会很高。所以真的，我们参拜的精神，我们都看到他们学习的精神。所以咱一定要有学的精神，有学的精神，咱会当慢慢成长茁壮，到最后一定开花结果。所以上天不苦心人，我们只要真正的明理付出，真正的去牺牲奉献，上天对咱绝对不会没有亏待。真传。怎么传？传什么？传什么？心法真传，心法真传。达摩祖师传的契入本心的方法，从理入由明理而契入本体，契入本心。从行入虽不明理，但只要不断的做，
也能欺入心性，向左房追事，在厨房行精进，修忍辱，修禅定，修布施，修智慧，行持戒，他们修六度波罗蜜，也能成就菩萨。各位看到这里，你就知道哦，原来厨房的也有六度啊，厨房也行六度啊。厨房里面啊、他们行精进嘛，泡面啊，五斤啊，你若有厨房的代志，你都去牙叫，我一定去参与。修忍辱，哇，我来干死啊干，嘛是安尼忍耐，修禅定，他不管人多少，事多少，那就是无怨无悔。行布施，因做到尾啊，对厝的赶米来、赶菜来、赶油来，真正讲着拢要拢家己赚。所以行布施、修智慧、行持戒，慢慢的他们做久了之后，他们比你还快。所以六度，他们修六度波罗蜜也是能够成就菩萨。所以理路跟行路其实是一样，不相关。拢是要心开悟解，对看、对听、对做，拢是一个门道。众生入耳传心，心悟意明了爱，法义洞彻平平为，他就觉得对，安尼就对，安尼就对。我就是用看音，而且是用听音，而且是用做音，这拢是一个一个门径，悟入的门径。所以达摩他传的这些，让我们真正的去心开悟解，悟道开悟见性，才是修道的开始。所以悟到本来的清净之性，才知道去修正还没放下。悟道自性本来就是清净的，了解那个不清净的心是怎么来的。你无搞全面了解讲，到底我的心是安未清净？我迄未清净的心是安怎来？未清净的心是安怎来？你要安怎去修炼？我无话你付出，我迄无话你付出是安怎来？是安怎我互伊付出？你着爱去做，你着爱了解。所以人做事时就真爱叫伊讲去度人，伊就认真拍拼去度人，度啊足欢喜的。看到来求道的无啥愿意啊，心咧郁闷郁闷，但是看到求道足欢喜的，伊就心开悟解。感觉讲，原来有诶有缘，有诶无缘，有诶善因好，有诶善因无好。所以个人无共款的条件，意思咱伫咱修办的过程，度人叫人的过程，咱看真正是无共款的所在。所以无共款的所在，我是好也歹，我若无去做，哪有可能好？我若有去做，慢慢我才会好。所以你有去上班才会当领钱，你无去上班，你要哪领钱？所以每项工作，伊的道理是共款的。咱无来当真正去付出，咱真正去拍拼用心。所以这个过程，咱你有坚定无？你有坚定无？你有吃苦的心无？你有真正肯牺牲无？你是习惯用心，习惯用心。或许慢慢的去体会，或许在少年的时候，我原来讲阮做茶，少年的时候去做茶，隔壁阮阿叔阿伯田是安尼清清菜菜，油头拢免打。咱爸爸的田是油头一定打到袂使有一支茶，一支油头就对了。经过修行的时候，修行拢共款。我就甲阮爸爸抱怨讲，你嘛好势。咱别人也要做甲咧艰苦，甲咧人嘛修成安尼，咱就爱做甲艰苦做啥？你讲你囡仔人知啥？你囡仔人知啥？真正囡仔人吧？你讲你若爱照规矩去做，你照过来，后摆养成习惯你后摆去做任何代志，你拢有规矩，你拢会当做甲清做。我这样子修到了，等于讲原来我做代志。铺一开，原来是细汉，我爸爸就传给我，那传那个心法给我，习惯从小就养成习惯，所以这个是很奇妙的事情。你养成随便，长大也随便；你养成很认真，
很干净利落，你长大也是很干净利落，有没有？是不是？真的是这样。所以千万做代志袂使马马虎虎、斤斤菜菜。你做代志就是爱战战兢兢，你爱如临深渊、如履薄冰。你这个心法，你乃当真正去冒险。你做代志，你有认真去做，你将来成就绝对无同款，成就绝对无同款。所以道理你愈听愈清楚，愈来愈明辨，你愿意去做的几率就越来越加深，越来越强，越来越强。所以，我做甲毋做，是咱每一个人养成的习惯所必须的结果。咱养成的习惯，哪歹，咱要改变足困难。咱养成的习惯是好的，咱吃苦，这个耐操耐磨，养成习惯之后，你做任何一件事情，你都觉得不是很困难，拢是简单的无困难。所以这个关键是真正重要。咱感觉讲咱爱去体会啦吼，所以要修就是要修这个是降伏自身内在起心动念的众生，每一个人心中的众生。不好习惯、不好脾气毛病的众生，妄念重生的众生，所以是修真心、离妄心，修炼成就先真，证悟菩提道果之深挖智慧利剑，找除12八邪，改毛病、去脾气，时时反观自照，立德修身，成为正人君子必经的过程。我们必须要这样子去做，努力的去做，然后去扫除12八邪。把咱的脾气毛病改到清清楚楚，到最后心安理得。所以我们为什么求道的时候，我们立了10条大愿？其实10条大愿，你现在把它回过头来，你一条一条的去反观自照，我们都把它念念而已，我们都没有真心的去悟入，然后去实践。你若妄言，你有去实践，你这一生修都会过去，你受益无穷。我们求到了10条大愿，不要说哪里，前面2条诚心报仇、实心忏悔、实心修炼，这2条就足够你一生受用无穷。所以三宝，你有道的时候，甲咱讲三宝，你三宝一定来念，咱三宝若袂晓讲。你就等于你就认真嘞，认真嘞，然后小信息，然后你的志向会启发，你会真正去发挥了你的梦想，你体会到咱本自富足的本性，咱拢去互卖卖，去暗藏起来，咱我来当真正生发出咱真正诚心打拼、付出。助人救人的坚持，到最后我们完成了，我们绝不会虚心假意，绝不退缩了，绝不会欺师妹，绝不藐视前人，绝不不遵我规，绝不泄露天机，绝对不会去泄露力道不限，绝对是量力努力的去做。我们已经把那负面的变成了正面的。我们把我们过去的脾气毛病完全改变了，那修道的人生是多么的精彩！所以希望大家一起来努力，好不好？好。或许的三宝，不要说三宝是或许的体会，咱已经为了哪里新的报告，希望大家互相努力，或许希望大家。真的相信道真、理真、天命真，相信我们去做，绝对对我们一生受益无穷，让我们9泉7祖尽沾光。感谢各位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道公长，谢谢。感谢本来是慈悲前道公、坤道公，我们在这里。
责，谢谢。